你聽過 RSI 指標咧，但係唔太明白係咩？等我簡單同你解釋啊。RSI Relative Strength Index 相對強弱指標係一個常用嘅技術分析工具，用嚟評估某個資產嘅價格係咪過高或者過低，從而預測市場係咪有可能反轉。RSI 嘅數值範圍係0至100，一般嚟講 RSI 值高過70，代表市場可能過熱，可能出現回調；而低於30就代表市場可能過冷，可能會有反彈。RSI 指標咧，主要通過比較一定時間內嘅價格升幅同跌幅嚟計算，通常係14個時間週期內進行計算，幫助投資者了解資產嘅強弱勢。當 RSI 指標高咧，意味住買盤強勁，價格上升；當 RSI 指標低，意味住買盤強勁，價格下跌。如果你想利用 RSI 指標嚟幫助你做出投資決策咧，記住 RSI 係一個有用嘅工具，但唔應該單靠佢嚟決定買賣時機啊。下條片我會同你講解 RSI 背離，幫你更了解呢個指標點樣提高投資準確性。記得 follow 我，了解更多投資嘅小貼士。記得訂閱賺錢零距離，唔好錯過更多財富秘訣。